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给一个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依旧勤务中心，你好。嗨呀啦，着火啊啦，堆熄火啦。阮厝啊，我是问你伫啥物所在？就伫灶骹啊。吼，我是讲我要安怎去啦？你毋是有消防车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六六新闻，我是主播六弟。最近电信公司统计，无共对象的对话，平均每通电话的平均时间，查甫的卡互查甫的59秒，后生卡互妈妈50秒，后生卡互爸爸30秒，查甫的卡互伊的女朋友1点钟23分59秒，若起门搬敲电话5点钟29分59秒，敲互某3秒，若某敲24通2级电话。中昼我去银行 ATM 排队咧欠钱的时，排伫我后壁的迄个美女甲我问讲：“阿伯，你来欠钱哦？”嘿啊，我拄好要领钱。既然你要欠钱，我要领钱，不如你把钱直接交互我，咱两个就拢唔免排队啊。安尼有通哦。来，这钱互你。阿伯，出事啊！阿伯，讨海人要出海掠鱼进前，并唔知影鱼仔伫地，不过因嘛是选择爱出发，因为因相信家己的满载而归，人生就是安尼，选择了才有机会，相信了才有可能。世界上上强的力量就是相信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欢这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留伫 camera 每晚暗时啊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如果有一个查甫人，介你的素颜无伪装，你外歹伊拢袂起呀。你变大颗啊，伊嘛足欢喜。你若小可消散，伊就足心疼。你若无钱人用，伊无第二句话，随去装钱互你，爱。